部即影即有相機，可能係最吸睛、最實用、最唔浪費相紙，靠佢留低美妙每一刻。佢就係韓國製柯達 Mini-Shot 3 Era MS300，即影即有相機，復古感嘅外形已經俘虜咗我，內在功能都多到嚇我一跳啊！即刻實測用下先，影完撳個掣，輕鬆即刻印，影得唔靚仲可以再影過，絕對唔會浪費你每一張相紙啊！搞掂，效果同相紙都超高質啊！每次仲可以自己揀印幾多張，合照印埋俾朋友都冇問題。用電話影完相都可以即刻用佢印出嚟，只要下載專屬 App， 電話任何一張相都可以列印。揀好相仲可以喺 App 度調光暗度㗎，杜絕一切廢片嘅可能。仲有 Mono 模式可以教，調完直接撳列印，快速打印中。有咗佢，真係出去曬相嘅錢都慳返啊！ App 入面仲有好多功能，例如可以幫你嘅相加翻邊框，仲可以加翻唔同嘅 effect 仲可以較強度噶。除咗可以輕鬆加邊框，仲有延時拍照同埋閃光燈，相機顯示嘅文字都可以較語言。佢仲有掛鈎位，可以搭配唔同嘅頸帶，帶出街又型又方便啊！呢部即影即有相機，中意影相嘅你一定要有一部啊！JP Shop 門市或網站發售中。